Hello，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又準備要出差，出差前仲可以好好地跑2日。咁今日係星期六嚟嘅，條片雖然聽日出，但係就想今日拍，因為今日有個10公里之後加20秒快慢咁樣啦，新課表。咁啊嗱聲出去跑，個天空好靚啊！家屬係咁喺度影相，家屬等間會去，我跑去體育場，跟住就家屬會去體育場接我，睇下呢個天空。而家已經係6點㗎啦。今日着呢個 Tabio 日本買翻嚟嘅襪，係啊，陣間熱完身，快啲去跑。今晚好朋友送嘅波士頓俾我，一直都唔捨得買。着過一次，都係覺得個鞋底太跣。家屬仲喺度整麵包啊，成日喺度整麵包嘅，睇唔睇到？幾多麵包呢度？我拍俾你睇，你睇，哇！小白兔添啊，陰公。小兔子。你睇幾多麵包？呢啲係要賣俾鄰居嘅，我都未有得食啊，陰公。我有啊，真係幸福。嗱聲着鞋走啦。咁因為仲有2個月就到珠海馬拉松，佢仲未開報名啊，10月16號先開報名，我唔知點解要咁遲。但係因為仲有2月啦，之前嗰個課表都差唔多跑晒，咁我就 cut 咗，重新開咗個新課表。呢個新課表好奇怪，佢成日叫我10K、12K 嘅輕鬆跑。佢講輕鬆跑，其實4分尾配嘅，對於我嚟講都幾吃力。咁但係堅持住先，睇下點樣。我睇住下星期都係會咁，但係佢經常會喺星期日會有一個均速嘅長距離。上一個課表係冇嘅，上一個課表咧基本上都係喺週末叫我跑啲魚子跑啊，8公里啊、5公里啊、10公里啊、16公里啊咁樣，唔係好一樣嘅個課表。開啟今日計劃，10K 輕鬆跑加6個 ST。好，開始，慢慢跑，跑到體育場應該都有5、6公里。佢係要跑到8、9公里之後就開始個20秒快慢。呢2日個踝關節同埋小腿前側腫脹啊，腫脹到痛啊，應該都係啲強度問題㗎啦。本身係2隻腳都有，而家變咗淨係右腳。慢慢跑過去，好似有風，涼爽，但係氣壓都係低，應該都係颱風過後啲影響。個群入邊喺度講12月有好多馬拉松，珠馬第1個禮拜撞新馬撞澳門馬拉松，我都唔知點解咁撞得。第二個禮拜就汕頭好多好嘢食嘅馬拉松，佢哋跑團入邊好多人去過，話好好玩。第3個禮拜廣州馬拉松。第4個禮拜繼續係我哋珠海嘅環球馬拉松，咁喺度講啊，報埋第4個禮拜啊，因為珠馬未開報名，12月第一個比賽反而未開，12月最後一個比賽都係珠海嘅，反而已經開咗報名啦，真係奇怪。咁就話不如報埋橫馬，我就話我唔報，我應該跑唔到咁多個。我跑完個珠馬，我唔知要跛幾多日，未跑過馬拉松。佢話唔會㗎，大家都話冇問題嘅，隔咗2個星期。咁啊，可能佢哋已經跑咗好多年，佢哋有底。我啲啱跑1年嘅，我覺得42公里，如果係真係要盡自己全力，應該要休息好耐，未恢復得返。所以
我都係唔報，乜都唔報，淨係等住馬。唔知鏡頭影唔影到？走一段仔，幾個人到體育場啦，6點40，太陽係咁樣嘅。OK， 最後幾百米就要衝6個快慢，20秒快，1分鐘慢，一開始唔好衝咁快。第3、第4個先試下盡力。嚟，好慢啲，入到3分得嘛？好舒服嘅，接受得到，就係隻驚個小腿痛。哇，好大風啊！聽唔到我講嘢啊！嚟第2個。第2個點解咁慢嘅？咩事？啊？第3個盡力，對速度有啲唔敏感啦。嚟第3個。359勉強入咗。第4個。338。哇，腳有反應。第5個。衝6個，冇啊，20秒嘅咋？佢6個快慢。
跟住1分鐘慢，差最後一個，哇！佢唔算間歇跑20秒，佢就係正常輕鬆跑參咗6個快慢喺入邊，最後一個完咗2公里冷身就冇啦。哇，爽啊！唉，個小腿打完颱風之後跑，呢個有啲腫脹啦已經。我打颱風嗰日落咗去跑，可能打風嗰日風太大啊，頂住硬跑，消耗大咗啲。今日珠海打超級颱風啊，史無前例，好彩唔係打斜，叫華家沙，打到成棟樓喺度揈，朝早喺度做緊嘢，因為全五停啊，停工停課乜都停晒。朝早喺屋企做嘢都少少想嘔啊，同阿家嫂少少想嘔嘅感覺。咁啊，而家晏晝4點半到。應該減弱咗啲㗎啦 ，feel 到開始車上有零星嘅車啊，環衛工人諗住出嚟啦。咁啊，嗱聲試下可唔可以出去跑到步？如果仲係覺得危險咧，就翻轉頭；如果覺得跑到咧，就一邊跑步一邊睇下而家個市區係點樣。因為望落樓下係一棵樹都冇冧過嘅，所以我哋嘅第啊，珠海又避過一難，唔會話好似天鴿嗰次咁誇張㗎啦。咁啊，好，跟住第一視角，哇！呢啲就爛晒㗎啦。哎呀，嗰啲護欄，嗰啲護欄其實本身就唔應該擺喺度㗎啦。呢啲暗道口全部開晒，啲暗道口全部開晒。哦，都冧咗幾棵樹啊！可能我講嘢完全聽唔到啊！咁大風，哇！呢棵樹吹起咗，啲摩托車都冇冧晒啊！真係唔係好多人貼米字嘅啫，其實還好，還好，還好。唉，避過一劫啊！珠海，好，呢度有一棵冧咗，單車呢邊單車冧晒啦！哇！死成一樣啊！嗰啲門全部攞木板封過。哇！啲河邊唔算好大雨嘅，其實一講完冇乜雨就啱啱嗰輪就好大雨啦。哇！濕到透透，耳仔都入水啊！咁啊，喺呢條路度來回跑算啦，就唔跑去對面嗰邊樹，始終係有啲多，有啲密。哇！一掉頭，大逆風啊，吹到跑唔喐啊！喂，哇！唔係啊！哇！家屬。仲有2公里就收工，5圈、6圈，冇啦，2公里冷身。我哋琴日聽啲朋友講，12月全部係馬拉松。我哋7號珠馬撞澳門馬拉松，撞深圳馬拉松，全部同一日。跟住第2個星期汕頭馬，佢哋話最好食嘅。第3個星期係廣州馬，第4個星期橫琴馬。唉，我跑唔到啊，我淨係報個珠馬得啦。
我哋舊年中嗰啲唔知會唔會直入咧？係啊，舊年中咗，後來佢取消噶嘛。廣州有冇報啊？冇啊，佢唔俾我報啊。嗰啲4大滿貫佢一定要有成績先得啊。冇證書啊？係啊，我都冇跑過馬拉松。佢報名都冇得報啊，唔係抽籤啊。上海反而可以，你去報咗名先，佢冇要求證書。好，今日呢個小課就跑完啦，同啲大神一齊跑真係唔一樣。衝最後第6個嗰時反而係最有力嘅，佢全程陪住我嗰20秒，應該係衝入咗3:0幾嘅，應該係我最快嘅速度啦，喺平路。最後呢5分鐘冷身行下，因為隻腳一跑完一唞落嚟就係好明顯感覺得到小腿繼續腫脹，跟腱嗰個位。呢對鞋好奇怪嘅，可能真係唔係好啱我。可以睇下，就咁行路都可以 feel 到呢個腳踭嗰個位，個鞋口打開咗。跟住星期2就繼續出差，連續2個星期喺出邊，3個星期，連續3個星期出邊。完咗之後，今年應該就差唔多就完晒啦，差一次澳門。所以11月可以專心訓練下，準備12月嘅比賽。又錄到冇電，冇理咁多，跑跛隻腳，加油，努力，拜拜。